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建銘先生，香港互動事務商會會長 Francis， 同埋各位嘉賓、各位傳媒嘅朋友啦，大家晚上好。今次咧係我第二次咧去參與呢個傳媒轉型大獎嘅評審工作嘅。今年咧更加榮幸啦，做咗呢個，亦都轉型成為呢個首席評判嘅。我哋今次咧，我哋希望咧就係想見證一下傳媒機構如何善用科技、用創新科技傳遞新聞同埋資訊啦。我哋嘅評審嘅工作咧，其實今年咧就分內嚴謹嘅。首先咧，感謝商會啦，商會咧係做咗大量前期搜集嘅資料同埋研究嘅。我想特別講一樣嘢咧，今年咧係我收到啲評審內容之後咧，十分驚喜。點解驚咧？好驚，因為 Francis 俾咗好多好多嘅評審嘅內容。今日咧，我哋舊年做咧，絕對係冇有咁多。今年係我諗係破晒紀錄咁多嘅內容。不過咧有喜嘅，喜咧就係其實咧今年嘅內容非常豐富，內容嘅形式亦都百花齊放啦。咁喺評審過程中咧，其實我都對於本地嘅傳媒嘅一啲內容啊，同埋呈現手法咧，其實我都學咗好多嘢。過去一年啦，我哋都目睹好多本地嘅傳媒嘅喺數碼經營啊，譬如互動內容同埋平台營運上咧，其實都有新突破嘅。今年我見到幾個嘅趨勢，第一就係短視頻好多，第二咧就係人工智能同埋人工智能生產嘅內容都好多啦。當然都有社交平台啦，同埋內容營銷都好多嘅。另外一個趨勢就係見到好多 KOL 嘅合作同埋全渠道嘅經驗咧，等等都係成為傳媒嘅常態。我諗喺背後咧，其實用咗好多一啲互動嘅參與啦、數據分析同埋個人體驗嘅體驗方法咧，都融合咗喺裏邊。香港傳媒咧，其實我哋一直見到咧係好積極擁抱變革，勇於探索豐富同埋多元嘅內容呈現同埋互動方式嘅。今日咧，我就謹代表所有嘅評判啦，恭賀所有嘅得獎傳媒，同埋感謝每位嘅從業員嘅用心嘅堅持。正如今日咧所謂大會所講啦，個主題就係咁嘅，閃耀前行，續寫新章。因為有你哋啦，我哋嘅傳媒生態咧先會不斷嘅進步嘅。同時咧，我喺度咧想感謝主辦方啦，同埋所有評判團嘅成員嘅專業貢獻。我哋仲用咗真係好多時間嘅。希望我哋繼續攜手以創新嘅方法推動傳媒嘅發展啦。為公眾界帶來更有價值嘅新聞資訊同埋體驗。再次亦都感謝大家今日出席呢個頒獎典禮啦。希望下年我都同大家一樣再見。多謝各位。